油塘油麗商場富滿流飲茶。港鐵油塘站 B1 出口出站後轉右就係油麗商場，入商場後搭電梯上2樓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29分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茶錢都係9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小點18個8，中點23個8，大點25個8，特點28個8，頂點32個8。早茶自選孖寶 A 32個8，自選孖寶 B 38個8，生滾粥28個8起。早茶風味臘味飯17個8，臘味飯有臘腸、臘肉同油鴨，有油鴨嘅臘味飯都係第一次，臘味甘香好味。自選孖寶 A 32個8，鵪鶉蛋燒賣，燒賣有肉汁好食。山竹牛肉球味道正常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點心12個8起，下午茶孖寶32個8，粉麵55蚊，燒味粉麵飯23個8。下午茶燒肉飯23個8，燒肉皮脆唔錯。下午茶孖寶32個8，鮮蝦腐皮卷煎得幾好，味道 OK。沙爹金錢肚呢個比較普通，一般。早茶埋單76蚊，下午茶埋單82蚊。